朋友的关系，甲你抱伫我的身躯边。你来讲是啥物意思啊？你是讲真还是讲创啥？刘家豪，伫我的心内，我早就答应要甲你交恶啊。真是。爱赌，爱赌，爱赌，爱。啉酒醉，讲的话他会听的啊。但我认为，酒醉心不好听。是的啊，我乃知你的心意，我都不要你为难啊。你放心，臭家好，永远拢袂无去，伊永远拢是迄个你上好的闺蜜啊。只是从今麦开始，也给一个新的身份，就叫做男朋友。啊！你甲你男朋友刘家豪，若是无欢喜，想甲人讲的时阵，臭脚赶快陪伫你身躯边，听你讲，陪你做伙啉酒啊！你会当家己，一世人都陪伫你身躯边，只是比起臭脚豪这生活。我更加介意男朋友这个生活。啊，其实我是希望啊，臭脚豪会当永远拢无去。安就表示讲，我是一百分的男朋友啊。啊，臭脚豪做会到，我嘛做会到啊。而且我会做得比较好。你讲这话。刚拢真实啊！咱是知影尔久啊，我所有的缺点你嘛拢知影。你敢阁愿意跟我做伙？无条条，我只是适合做主角的，我适合做你的女朋友。真正爱一个人，就是爱伊全部，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。我再讲，我等足久啊呢，5年呢，我早开始等你啊。我原本是想讲，是不是饲什么宠物，就有什么款的主人，才会行到这么慢啊？可不要紧，我爱你等你，一等到你出现为止。今晚你出开呢？你可能愿意跟我做伙看球，看一世人。